联因心理警华城顶案连2天开庭，郭文地提出控告，要求专庭现场直报。美国联准会降息1码，也毋过总统川普认为无够假，也若台湾学者是认为讲，央行应该袂对咧降。美国甲委内瑞拉扣一只油船，理由是牵涉到恐怖组织，也毋过委内瑞拉宣告这款行为未属是国际海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1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来关心的就是这基隆河北岛的抽水站呢，伫11月27的时阵发生泼油的事件，有超过18万用户是受到影响。大水公司昨时来公告讲，经过观察呢，目前是拢无验到油味甲污染物，也若水质也有这符合标准的。今仔日早起8点的时阵，已经开始恢复用水。今仔日早起，这台水呢是派这检验车去到北岛的抽水站抽检甲报告，后来启动抽水。基隆市长谢国良是表示讲，这前进指挥所伫今仔日下晡2点半就会正式来结束。也若这污染的凶手呢，是因为前早无公开，所以袂搁再加讲啊。另外，要来关心的是，有议员呢标出讲，这高雄大寮国小跑道的这个重建工程所画出来这个图，是因为无达到这暂放伫南城计划区的标准，所以这阵敢若会当暂时蹲伫学校，这是影响到学生囡仔的安全，而且这毋是个案，上无有5间学校拢遇到这款的状况。因为跑道当咧改建，高雄大寮国小运动场自9月初动工开始，就用护栏扎起来。原地12月就爱完工的 PU 跑道，校长讲工程做10外工，就当着发生味浓偷盗废土的代志。市区严格管控废土处理，厂商挖起来土再无路，甲单也蹲伫咧边仔角。运动场袂当经，囡仔要上课，民众要运动，拢敢会当伫边仔找所在暂车渡过。原来预算这土车出去可能4、5万块就当解决啦。即马这土车出去爱60、70万啊，所以厂商伊会感觉讲哇，伊的利润拢无去啊，所以讲阮感觉讲这原来有道理啊，但是嘛袂当讲工程的闲的拢无做。因为政策改变，地属废土处理费用差14倍。议员讲这毋是个案，目前已将压的全高雄市都有5间学校因为废土再无路工程停打。议员强调，市府要管控废土，虽望开放南青计划区和公共工程的废土占坑，不过设定出1400立方公尺的标准才要收。学校工程拢干那100外方尔，市府爱想办法来斗3工。因为它没有这么大量的土方，那未来要怎么样的处理？我认为你可能要用一个公办的土资长或者是公办的地方比照大坪顶嘛。我会责成公务局跟教育局赶快协商，因为我们公务局在我们其他的这个土地上，还是有一些公有的土地，它可以先行暂施在那个地方。市府大型会先甲学校的废土刷去公家土地占坑，和工程赶紧完成。目前大寮国小已经甲厂商协调，11月初先复工，按算囡仔休寒时阵会完工。不离个学校原地12月校庆运动会，即阵嘛爱延到后学期去啊。记者看朱朝阳、高永昌报道。这航空警察局是抓到一桩跨国的毒品案，这是一个台湾籍姓吴的女性，伊是涉嫌为泰国来走私超过16公斤的大麻，要来入境台湾。初步调查呢，伊是透过这社群软体去捌到国外的共犯，对方是以交往，也是讲提供这工作机会，请伊跨国来运毒。即马专案已经移送桃园地检署来侦办。甲包装拆开，确定内底是大麻花。航警局安检大队会中管务署台北关10月伫桃园机场第1航厦检查为泰国曼谷入境本国籍一个姓吴的查某人伊的托运的行李，伫内底发现30外包第2级的毒品大麻花，重量有到16.22公斤，初估持贷超过台票3000万。查获一名本国籍犯嫌，将第2级毒品大麻16.22公斤夹藏在行李内，企图走私入境。初步调查，犯案的这个50岁姓吴的查某嫌犯是工厂的作业员，透过社群软体熟识一个查甫的共犯，对方以交往、甲提供外国工作机会的名义，协助伊订机票、甲安排旅程，请伊到韩国运送毒品。查某嫌犯红了了后讲，伊毋知迄是毒品，就是斗早破抢倒来台湾。经调查，犯嫌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国外的共犯，遭对方以交往、提供国外工作等机会。诱使携带毒品来台。专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扩大追查幕后集团，甲伫台湾接应的共犯。航警局提醒，运输第2级的毒品会当判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提醒民众网络交友爱情诈骗的陷阱，都要提高警觉，较袂变做犯罪共犯。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文化活动来关心的是，今年呢台北艋舺的青山王祭，毋但是暗风料景，还搁伫咧捷运西门站的这个广场来举办红大艺文展演，有艺阁嘛有表演。这现场呢是几啊千人安尼热烈滚滚，透过活动来认捌在地文化。从街仪式开始，现场热烈滚滚，信众徛伫街路两边，恭候青山宫灵山尊王。一年一届的艋舺青山王祭系列活动陆续开始，为着配合青山宫170周年庆典，台北市政府伫咧捷运西门站头前的广场设艺文红大展演区，邀请真侪组文字团体甲在地人头来表演。暗会现场除了传统的歌唱手、乐队、火车以外，也有结合现代艺术甲庙会文化的真人艺阁，配合充满视觉甲声音的顶头演出，互街区变作是大型的户外剧场。规个西门町，互信众甲游客睇甲甜一甜，夜市、食食、街头艺文加上宗教祭典，有影是真热烈。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到现场参加迎神的仪式甲红大暗会，伊表示今年青山王祭规模是真大，希望透过文化甲艺文的结合，互更较侪市民甲旅客会当感受到艋舺的宗教甲地方文化。毋但是暗时举办的夜巡将有特色，拜时的料景包括北港马等等6大宫庙拢会到位，也互信众真期待。2005年青山王祭结合暗风料景甲红大艺文展演，毋但保留传统夜巡仪式，也互老祭典会当结合都市流行文化，透过艺阁、街头演出、夜市的活动等等的设计，互庙会毋但是宗教的仪式，对少年人甲游客来讲，真做是认捌艋舺甲台北城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台北捷运阿东便宜站呢，昨是一个旅客咧坐电楼梯要出站的时阵，煞那像徛无在，人全安尼倒向下，就连后壁7个人呢，嘛拢安尼跋倒摔摔做伙，其中一个人是脚着伤，送去病院。伫电梯顶面穿黄色外套的查某人，雄勇摔来倒向下，致使后面7个民众跋做一堆，其中一个脚腿着伤送医。这件意外发生伫初10早起10点外，台北捷运阿东便宜站，有一个查某旅客坐电梯要按月台去大厅，哪像徛无在摔来倒向下，较早有热心的旅客赶紧出手去紧急挡啊！台北捷运公司嘛赶紧派人去处理。大家赶着要上下班的时候，没有踏稳那个平阶的时候，然后也没有扶好，然后东西又很多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就跌下来。可能就是他的速度太快了吧？他走路太快的话，他通常都会绊倒。如果我们走得快的话，也一样会绊倒。台北捷运最近发生几件电梯滑倒的受伤的事故，亲像去年5月龙山寺站有一个阿伯伫电梯滑倒，接续在地伫信义安和站有一个阿姆哪像并无好势徛无在来滑倒，因10月有旅客牵拖到长裙夹伫电梯的空隙内。能够间隔1个阶梯甚至2个阶梯哈，然后有风险意识的话呢，就做一些风险预防，然后手的话尽量要抓稳的扶把。台北捷运公司讲，后续电梯经过检查设备正常了，恢复运转。呼吁旅客咧上电梯的时阵，一定要换好势徛好在。啊，若坐电梯的时，唔通踮喺顶头走跳，嘛禁止压车、塞车、甲脚踏车进入。若是炸大型的厨房甲基金的提琴。建议莫坐电梯，改坐流笼较安全。若是旅客违反相关的规定，款多了阁无要听的时阵，会当照大众捷运法罚新台币7500到7500块。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界消息来关心的是，台北地院呢是来审理金华城顶案，今仔日开始是连续2天要开庭来提出证据。也那郭文德等11个被告是搁再出庭。郭文德伊本人呢是不管在法院讲，伫咧宣判了后5天，才通以类似是录影转播的方式来放送这个检视辩论，甚至是宣判的影音。所以昨已经提出控告，要争取全庭现场直播。本来今天可以利用法庭直播的机会，让这个社会众所瞩目的案子可以向这个社会大众来公开说明。结果今天这个法庭直播变成了事后的纪录片，你知道我内心坦荡，我希望真相可以水落石出，我希望法庭可以直播，让大家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里面有什么不敢让人家知道的。好，这合议庭呢，今仔日是要来确认其他的被告敢是嘛要来提出控告。目前这裁准的公开放送的方式是预计为后礼拜一开始就要来录啊。那今仔日这开庭的重点的合议庭已经整理出3400多项的非供述证据，也有170多项的供述证据，伫后礼拜一就会正式检视辩论。再来看这经济部伫11月底核定台电的核电厂评估的报告，这核安会主委陈明真伊是表示讲，若准这台电的报告真十全，回答问题呢嘛真紧，也佫有一寡重要的零件嘛毋免佫再换，安尼2028年的确是有机会通好定芳的。核电厂延后是毋是需要环评？环境部无清楚的答案。部长潘启明前直接表示，希望核安会应负担搁较侪责任，将环保纳入审查考虑。核安会主委陈明真讲，后续环境影响有纳入评估，其他也是问环境部。会觉得环境部管太多吗？还是？我没有这感觉。那主委自己本身会希望有环评吗？依法呢，这个议题是应该由台电请环境部来做个评估。环境部对核安会有建议，经济部是跳过核安会直接讲出核三停放时间表。核安会真侪摆表示审查时间真歹有果，不过经济部长景明生认为核三应伫2018年停放，不过核安会再去证实是真侪前提之后可能。台电审查报告很完整我们的回复我们审查意见很快速回应，我们现场视察。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2028是有机会的吗？的零件需要更换，那当然是有可能。国民党立委郑荣介为核四请兵，对开所成核起的核电厂无北向，问主委陈明真敢袂心痛？你会感觉心痛袂？会不会难过？感谢委员。不过，全国废核行动平台也伫记者会批评迄时阵，凊彩烧坏互核电停放，向下互全民承担核灾风险。屏东的居民有很强烈的一种焦虑，就是很多的政治决定就在台北做了，那承担呢风险的承担就在地方，在屏东这些地方必须要承担。有国民党立委关心，核安会被港三级单位被监督第1级机关经济部自海台电向下监督无对等，是不是应该搁提悬机关的位阶呢？核安会主委陈明真是表示，提悬对国际交流、人才培育甲跨部会整合是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而且提醒想要申请这美国签证的人呢，就要注意新的规定啊。美国在台协会是表示讲，有5种签证，想要申请的呢，要来入境美国的，安尼就要甲这社群媒体的口罩甲设定做公开，来进行必要的审查。或者是认为讲，这是显示 Trump 的风格，伊是用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进行控管。国在台协会 AIT 伫面册提醒，为15开始，要申请5种签证入境美国的民众，社群媒体口罩的温数设定，来调整做公开以便审查，其中包括高技能人才、非移民专业性人员的 H1B 签证甲配偶，无满21岁的 H4 签证，原是说访问伫西高湾工作的台湾人，因为现在恐惊冲击当地的外籍员工，尤其针对印度的族群。像之前他首先提出来就是新申请的，一定要在境内。不然的话，他就会给你很高额的那个申请费。那再加上现在又要加是你要把社群公开，不论是你已经有就是你正在申请工作签证，或者是你要有工作签证，然后之后要申请绿卡，就是会给很大的心理压力。当地台湾人表示，过去大家常讲的美国人为留学找到工作了后，申请签证到申请绿卡，然后慢慢得到移民机会，即马恐惊更较困难。包括学术学生的 F 签证，也是职业训练的 M 签。也有公安学生的J签，那证件的温数设定是私人，也是有限可能防定可信度不足。学者认为，凸显川普2.0的风格，以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控管。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其实川普政府对于部分的美国大学也施展很多的压力比如说他要求外国留学生的数目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单一的国家也不可以。那第二是他不希望进入到美国念书具有那种反以色列、反犹或者支持比较极端主义的这些人，他是列为是不欢迎的，所以他也从好多方面下手。
美国早伫进前就已经针对学生甲交流访客做类似审查，即马现在更加扩大范围到高技能人才甲因的家属。国务院指出，美国签证是特权，临时权利，也强调每一摆签证审查拢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决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政府呢，禁小红书一档伫社群平台顶头呢，有真侪人咧讨论讲，甲这小红书甲政治问题安尼包包做伙，到底是要安怎来禁呢？刑事局是表示，因为这小红书伫台湾是无分公司，也无这法律的代理人，对咱政府的公文是拢无回应。若准用这小红书互人甲诈骗，安尼要查是无在调查的，所以会禁小红书，毋是因为政治，颠倒是因为法律的问题。伫小红书顶面常常当看到用一句话证明你是台湾人的大文，嘛有真侪台湾人去捞话。毋过警政署表示，你若去捞话，就会去互诈骗集团收集个资，最后阁会拄到投资诈骗。有一位潘小姐，伊就是受害者，互人骗120万。因为我是用虚拟货币嘛，他把我的钱换成虚拟的币之后，再把那个币转走。我觉得这是算一个新型的诈骗模式吧。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11月份，小红书平台牵涉诈骗有756件，其中以假网络拍卖、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上侪。针对有国民党立委质疑是安怎来找 IG、YouTube 拢有投资诈骗，政府说敢若禁小红书，刑事局也做出回应。内政部有针对小红书这间公司有询问去上海，拜托因这小红书去定一寡有关诈欺一寡防治的策略，问题到今因拢无回复。有学者表示，面册来至少伫台湾有细点，你要调查诈骗，甚至是找负责人，拢有办法。毋过小红书伫台湾无分公司，无法律代理人，而且海基会正式发函也无回应，这才是互人禁的原因。正因为诈骗案件存在，我们才要更多公权力能够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所以落地管理才是一个真正要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小红书不配合落地管理，我们给它一些对应的一些管制，甚至是处罚，才是一个比较解决问题的想法。学者指出，因为政府封锁小红书1年，即马真侪讨论会甲小红书和政治问题绑做伙，但这毋是支持中国，也是反对中国的问题，是法律的问题。学者嘛建议，小红书上好会当伫这波压力之下接受台湾的执法，也希望各界会当去思考所谓主权的问题。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主计总处调整今年这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来到7.37%，每年台湾这 GDP 呢平均是有机会会当超过400美金，这个数字是赢日本甲韩国的。也毋过这数字呢好看是好看，实际上这生活到底敢有感觉到咧？主计总处呢统计讲，今年1月到10月，全台湾有一半的劳工呢，逐个月的薪水其实拢领无到4万。台湾今年的经济表现偌好，数字会讲话。对于经济成长率来看，台湾今年是7.37%，是亚洲4小零指数；新加坡4%，香港3.2%，南韩是0.9%。观察人均 GDP 的表现，台湾今年是38066块美金，明年有望头一摆超过4万块美金。日本是37430块美金，南韩是37430块美金，新加坡是93956块美金。不过，这经济表现较好的背后，台湾确实有一半劳工每个月经常性薪水领不到4万。科技业应该很容易就达标了，对不对？不过也是要看科技业的就是你的职务相关内容，对，会不太一样。高科技产业的薪水差很多，像我们这种就是自己够用就行了。主计总处测试公布，今年1月到10月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1803块，年增3.08%，是26年来同期上大的增幅。不过，比这个平均行业较低，有六大行业加餐饮业只有34995块，美容美发及其他服务业是36671块，比整体平均较高的行业，金融保险业是超过7万，在科学甲技术服务业是超过5万8千块。经常性薪资一般会增加的话，主要的原因有基本工资的调整、厂商的加薪，那可能也跟工作的日数或时数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产业发展确实是有两极化的现象，你是台积电的工程师，然后联发科的工程师，那你的薪水当然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差不多1000万左右的就业人口，他们产业也没有发展的特别好。
甚至呢有些受到对等关税的影响，现在甚至在衰退。下降指数，台湾就业人口上最就是服务业有700万左右，想要互头家愿意请这全职员工，进一步加薪水劳人，优先各路商机是方法之一。来自市场体质好，整体服务业营收提悬，才有法度改善薪水价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年度代表里呢，经过26天落去选结果已经出来啊，就是罢免的罢这字，这是以15000票摕到第1名，也正做是2025年的年度代表里。若要用一字来代表2025年这年，你会选什么字呢？是诈骗的诈，兔仔桥林的兔仔，小天的天，也是罢免的罢呢？台湾2025年年度代表字是罢字。罢以15000票摕下2025年年度代表里，也那第2名是摕到7500多票的诈，第3名是因。这个投票其实是开放到前天吧，所以那个投票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那可能我们的读者对于这个大罢免这件事情，他可能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年度代表里反映当年的社会甲国家的情势，受邀请出席的巴黎奥运拳击金牌林孝廷讲，看到2025年的疫，就想到迄个时阵的情形。当时我们可以训练，但就是没有办法出国比赛。疫情时无法度出国比赛，只用一直训练。东奥延后1年举办，结果头一件就失败。严过林孝廷无失志，终于2024年巴黎奥运夺得金牌。今年毋是亚奥运年，又按照计划训练，为此伊选的年度代表里时间。一位顶尖的运动员、优秀的运动选手，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意志力，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的话，是很难持之以恒的，就是走到最后，然后可以站上梦想的舞台，甚至站上最高的殿堂，然后最高的颁奖台的位置。今年8月，世界拳击总会颁布规定，独立强制性的性别检测规则。咱拳协已经交到林孝廷的检测报告，不过根据了解，协会拢还未收到回复。林孝廷缺席9月世锦赛，11月下旬的年终赛也无参加。对着今年的困境，伊无放弃，也对应着月这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要带大家先来关心的是，这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得奖的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也就是马查多，伊落尾要是无出现，得到是由伊的查某囝来代替领奖。也那这委员会主席伊嘛特别伫典礼点名，叫这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应该得来接受选举的结果，赶紧落台。She wants to live in a free Venezuela, and she will never give up on that purpose. That is why we all know, and I know, that she will be back in Venezuela very soon. 根据消息，马查多原底想要偷偷出境，为委内瑞拉坐船去到加勒比海的库拉索岛，佮为当地坐私人飞机去到奥斯陆。这项行动由伊安全团队安排。相关的消息由《华尔街日报》先报出来。I'm very sad and very sorry to tell you that I won't be able to arrive in time for the ceremony, but I will be in Oslo and on my way to Oslo right now. This is a prize for all Venezuelans. 伫个颁奖典礼，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也真罕见口气真硬，点名马杜罗政权。Mr. Maduro, accept the election result and step down. 迄暗伫奥斯陆街头举办夜会游行，向马查多来致意。现场真侪人咧喊自由委内瑞拉万岁。也毋过，伫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是批评典礼是失败的丧礼，表示挪威街头示威者讲这是带回和平奖。总统马杜罗伫一场支持者的集会当中，呼吁伫甲美国关系变紧张的时，大家就要冷静。Don't worry, be happy. 因为马查多袂当及时去到现场，颁奖典礼也增加无确定性。当时，这个反对派领袖的动态，甲委内瑞拉参美国伫加勒比海的冲突，也是国际观察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我讲到这委内瑞拉，美国呢是出动这军队伫因的外海呢，甲人扣一只游船，理由是委内瑞拉呢是牵涉到支持恐怖组织。也那委内瑞拉伊是大谴责，讲美国这款行为袂输是国际海贼的。
美国司法部长邦迪七十伫社群平台 X 公布美军坐直升机雷降到船长号邮轮，手提枪械执行扣押的45秒影片。美国的官员表示，任务是由海岸防卫队执行海军志愿，因为停靠伫加勒比海的福特航空母舰出发，这个行动是伫国际海峡执行，规个过程正平顺无冲突。委内瑞拉国家指挥公司内部文件显示，船长号是伫12月初2离开委内瑞拉，船顶载200万桶动质原油，一半属有国家原油进口商。船只追踪资料库显示，这只船进前叫做阿迪萨，互人指控隶属伊朗革命卫队甲黎巴嫩真主党。2022年去予美国列伫制裁名单中。总统川普迄天伫北京甲商业领袖所举行的研讨会议时，宣布伫委内瑞拉外海扣押一只6年来上界大邮轮。记者进一步追问，船顶原油要安怎处理？ Well, we keep it, I guess. 委内瑞拉外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讲这是无体的窃盗，也甲国际海盗行为，会以绝对的决心捍卫国家主权、自然资源甲国家的尊严，并且会向国际机构检举、谴责美方的行为。总统马杜罗迄天伫卡拉卡斯的大型集会，对支持的民众表示，美国政府应该随停止对委内瑞拉甲拉丁美洲的非法而且残暴的干涉。Decimos no al intervencionismo. No a los planes de desestabilización de cambio de régimen. Allá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que se dediquen a gobernar su país. 这2个月，美国伫加勒比海部署全球上大航空母舰福特号 F-35战斗机，15000个兵力。军事专家形容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加勒比海区域规模上大的军力集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议员范霍伦伊讲，川普政府扣押邮轮也甲一定哪吒打击运动船，背后敢若一个目的，就是用武力甲政权变落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联准会宣布要降息一码，也毋过总统川普呢是认为讲降无够价，伊批评这联准会主席实在伤过死板啊！也若即马受到这联准会降息影响，美国4大指数拢跌，咱学者是认为讲台湾央行应该袂对咧降。Everyone around the table at the FOMC agree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that we want it to come down. And agrees that the labor market has softened and that there's further risk. 美国联准会若亲像市场预测降低利息一码，这是今年以来第3届降利息。不过鲍尔表示，联准会决定降利息，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爱伫通货膨胀风险甲就业市场无好中间超一个平衡。不过联准会这个决策却引起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满。I mean, this guy, the head of the Federal Reserve, is a stiff, and you fight that. Except with him, not too much. He did a rather, I would say, a rather small number that could have been double, at least double. 联准会宣布降利息了后，美股4大指数收红，暗过加股文财报失利，拖退11大股开悬走低，像台积电等 AI 概念股表现较软，盘中捌失守1500块大关，上价来到1480块，落20块。美国联准会宣布降利息一码，各界拢在关心18央行理监事会议的利率动向。央行现在呢，其实还是在打房哈，所以如果说这个时间降息，就有一点前后矛盾哈。所以说维持利率不变啊，维持信用管制啊，应该是这一次理监事会的一个主轴。市场预测央行会维持利率政策不变，除非 CPI 年成率比1.5%较低，才有可能改变。但是第7波信用管制措施敢会放量，恐惊原来会影响房市交易的热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国内助理费拄罪化要来修法，这是引起社会真大的讨论。国会助理是呼吁赶紧撤销提案。也那民进党团郑嘉宾伊是强调讲，着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保障国会助理的工作权。也那民众党立委陈昭祖伊嘛共款来联署，法律部是指出讲，这案呢有牵涉到公共利益甲廉政的要求，所以建请收集各界的意见，来斟酌来审议。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推动助理费拄罪化修法，引起众人的质疑。国会助理初到发起联署，呼吁撤回提案。到那已经得到下党派办公室，要3大助理参与联署。工会11搁一届发声明，甲国会助理话讲爱为家己的权益站出来。联署发起人嘛邀请条亚立委做伙联署。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要用实际的行动
来证明，民主进步党以及我们党团的成员全力来支持保障国会助理的工作权。我们支持更健全、更透明的国会助理制度。除了民进党团来收听，在野民众党立委陈昭珠嘛来签署支持，佮讲伊办公室助理嘛已经联署。他当然也有权利为他自己可能以为受损的权利发声，所以我办公室的每一位同仁都签署了这个助理工会的这个联署单。当局顶提出修法的内容，防止其恐惊会严重损伤助理的权益，也有700多万工会助理预算的运用。民进党团认为应该推动立法院工会助理任用法，把工会助理的任用法制化、透明化，才是头路。8亿多全部拨给113个立委，每个立委就是多了779万多了这个数字。那这个数字你们拨出去，后边立委要怎么统筹运用，立法院管不着。法律如果这样规定，我们当然就这样执行了。我会认为说，在一些的经费的核销上面不用减负担去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我认为比较不妥的地方。不论立法院的组织法是否修法，那助理费的资金来源仍然属于公帑，而对于任何公职人员来说，公款公用都是很重要的准则。法务部进一步指出，这个案涉及公共利益甲廉政要求，希望收集各方的意见，谨慎来研究。而且以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难度增加立委的费用或者是台具的规定，应该为后一届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2月19日的时阵，全联公司呢伫台中大道区的一个仓库是发生大火灾，迄阵事故呢是造成9个现场的施工人员全安尼不幸死亡。台中地检署经过这一冬的侦办，最近侦查终结，而且呢对这全联公司等3个法人甲14个人是照这涉犯刑法过失致死，甲违反着职业安全卫生法，甲因提起公诉。其中，新宁公司南溪现场负责人及诚信主任工程师身负公安重任，却违规赶工，严重怠忽职守，致酿重大死亡职业灾害，造成被害人家属无可弥补之伤痛，恶性重大，且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予以从重量刑。根据这起诉书呢，新宁公司伊是为着要来赶工，所以由这主任的工程师临时要求这工人呢是伫个管道当中呢，甲切这个楼板，结果无想到这个火星全照迄个空棚全安尼走出来，全引起真大的火灾。所以呢，互这火势甲一寡气体呢，真紧就看开。这3间的承包公司，也有发布的这个专联，拢无落实到火灾预防的设备。另外来关心的是，国民党立委王宏斌呢，伊是提出质疑，讲这国防部有一项炸药的这个标案呢，预算是有8亿外，也毋过这标着的厂商竟然是一间台南的室内的装修的公司。国防部长郭立雄伊是解释讲，这案呢经过2届开标，敢若一间厂商来投尔。这业者呢，其实伊本身嘛有咧做化学原料的买卖，毋是敢若室内的装修尔。国民党立委王宏斌七十日并且指出，一间登记地址伫台南叫做河北国际室内装修公司，用5.9亿得标国防部的 RDX 海草间炸药采购案，质疑高价国防标案，甲得标公司营业项目无关系。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土也伫并且表示，讲这间公司顶一摆承担政府案件是2013年，总统赖清德迄时阵做台南市长任内，得标有关公园有金台游乐设施加1万工程，建成器材甲道路路顶拥护，搁加上外界质疑是不是量身打造。室内装修公司，那这跟我们的理解实在是完全是超出我们的一个想象，那真的会让大家质疑，那这是不是有量身定做的嫌疑？如果有这样子的举发案件，那国防部就应当启动相关的查手段。到台南特别公司登记地址查看，现场是一间旅馆，负责人出外，员工无方便说明。做这样多啊，做这样多啊。法律地位，你讲讲这做哎呀，国际贸易真的我就不清楚，我知道他们有从事建筑行业。哦。老板娘真的都是跟你的互动都很好。国防部长郭立雄解释，厂商主要是代理进口，不是需要有资质3年。没有国内自制产能嘛，就是他只要有代理商的资格，那他能够向这个原厂取得这样子的一个
输出去的证明跟原厂的来源的证明，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火药的原物料，让我们经过查验属实，那就可以履约嘛。国防部表示，这采购火药原物料是国内厂商无产能项目，11月18、12月初2两摆开标，今日货币公司投标，公司营业项目也毋那干是设来征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而且报价金额进入低价决标。后续国防部会做好相关的输出许可证明的查验，最后交货时阵原厂来源证明的查证。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今仔日通过《临港城市法》修正草案，未来这女性的同婚者呢，也阁有满这18岁独身的女性，拢会当来使用临港城市。要毋过目前这借包生囝呢，是因为这社会争议还阁真大，所以会另外来处理。争议真久的《人港城市法》修正草案，行政院版本总算出来。行政议会10月通过修正草案，即摆修法将人港城市适用对象扩大到女同志配偶加满18岁大新女性。不过争议较大的代理孕母部分，确定脱稿处理。我们希望在维护人工生殖子女权益知悉权，并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的情况之下，开放未婚女性及女同性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术。卫福部表示，这版修法主要是伫妇女生育自由甲囡仔上好利益。人港城市适用对象为即摆未生翁某扩大到女性同婚伴侣，满18岁单身女性同婚资格部分，爱是合法登记，使用任何一边的子宫甲卵来完成。满18岁单身女性也使用家己的卵子宫来进行人港城市。本协会非常支持。这样可以让单身女性的结婚跟生育脱钩，也回应了想生育子女的女伴侣需求。代孕这个市场一直都有，病人也有这个需求啦，因为她子宫是没办法怀孕的话，这是没办法这样那是病人其实很可怜，他还是会想要有自己小孩啊。另外，针对同性婚姻部分，修正草案佫增加广告亲属关系，确保人港城市的囡仔有相亲，免去法院来认定。若签受出配偶同意书，亲属关系就成立，则未来同性婚姻解除亲属关系依然存在。另外，也扩大会员知识权，让受诉者开始进行人港城市进程，应知影关键的人的国籍、血型、肤色等，也经查询是毋是有重大遗传疾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宜兰国小的门口口呢，有一个产妇是熊腹肚疼水，水呢嘛安尼流出来。伊这个读3年的后生是赶紧去讨救兵。幼儿园的主任随叫救护车，而且呢佮倒甲这红婴的头甲抹掉咧，加在后来无仔囝拢平安。救护车赶去宜兰国小的门口，因为一个3年的学生，因老母有心，熊熊感觉腹肚疼，提早2礼拜紧急生产。现场宜兰附设幼稚园主任林秋平已经先倒甲红婴的头抱咧，等消防员来斗3工，情形真紧张。消防员先甲红婴包咧保持温暖了后，甲负责人跟去林软桥送病院，母仔囝拢平安。林秋平甲过程抛去伫网络顶，引起真大的回响。伊讲学生来找人斗3工的时阵，因老母就已经叫客灵车，毋过无偌久，红婴的头就已经出来啊。客灵车嘛无爱载，伊敢若会当先甲红婴的头抱咧，紧叫救护车。头一摆拄着，有影是惊一跳。我就打了119这样子，在那个打119的过程，他就已经生下来了。即个紧急生产，落尾手母仔囝拢平安，学校是真欢喜。形容囡仔拄出世的哭声是上美好的乐章，嘛讲未来即个囡仔若来读宜兰附设幼稚园，会当要读开。就是协助他，就是赶快上床，然后赶快上车之后，我们赶快照顾新生儿，就是做我们的新生儿流程，就是做擦干保暖百位加刺激。消防员建议，民众若拄到有新的人向紧急生产，除了报案，会当先提清气的布，甲红婴包咧保持温暖。若要有时间，会当甲婴仔的嘴甲鼻切切的，或者是轻轻啊饲伊的骹腿，增加活动力，等待消防来救援，会当保障产妇甲红婴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咧变，即马这通讯的方式嘛对咧改啊。1995生命专线呢是原本是用电话来服务，即马也加入网络的这个服务。今仔日呢，因是公布这3天来用文理协谈的成果，发现讲有37%的这青少年呢，其实是会传讯息讲家己有想要自杀，而且呢，其实因搭解这服务的时间是55分钟，比电话18分钟还阁较长。这也显示出用拍字甲唱名的方式，这青少年较愿意讲出嘴。
大家拢有听过1995姓名专线，不过时代咧改变，现在青少年已经无介意讲电话啊。姓名专线为着要下青少年的习惯，伫3当前积极推动文理协谈，改用赖、面册、传信息的方式来关心青少年。青少年你要叫用电话来讲较困难，所以大家用文字来表达，这会使甲拄者其实是足孤独、足孤单。离社会边缘的人，有法度因会肯出来讲。伫第一线的社工指出，较早用讲电话辅导讲伊受袂开的比例是9%，即马透过文字协谈表达伊想要行底路的有到37%，这么悬。当中有5%表示伊已经有伤害家己的行为。生命线协会认为，这也显示出来虚拟的世界，青少年较愿意讲出心内的苦楚。很多伙伴上来，可能就是在歌的当下，那。跟我们讲说怎么办？我好罪恶哦，我割我自己了。那我们也没有鼓励说，这个自伤很有用。但是当我们青少年愿意说的时候，我们就先告诉他说，谢谢你跟我说啊，没有关系，啊我在这边，我陪你。生命线协会指出，文理协谈对2023年试办到达，服务量已经新中4倍，服务超过3600人。大部分求助年岁站是13岁至29岁，上细汉的敢若12岁。数据也显示，每届文理服务的时间是55分钟，和敲电话18分钟比起来，加出来37分钟。其中有75%感觉心情变好。生命线也提醒，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常常互人误解是咧加可怜，实际上因是求助的信号。未来因若计划加入 IG 找即寡少年人爱用的平台来协助青少年。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刑事局有来公布11月这诈骗的统计，虽然讲这报案的数量甲诈骗的金额拢有下降，也毋过其实这诈骗的出头也是真多。排第一个就是网络买物件的诈骗，这是占比3成；也那第二是假投资，第三是交朋友。提醒民众都爱提高警觉。桌顶这手机含储贷款的宣传单，拢是刑事局抓到的诈骗案件的证物。对民众报案开始，为车手落去查，才一路发现其中有中人、有土地大师来参与。刑事局表示，因主要的目标拢是老大人。资产遭诈骗一空之后，诈团再将被害人转介至贷款中介公司，并配合土地代书及金主，将被害人所有房产设定抵押借贷后。再交由面交车手取款。目前清查被害人达数十人，受骗金额高达新台币4亿余元。根据刑事局统计，今年11月份受理的诈骗案件有452件，损失的金额超过1亿9千万，和去年同期比虽然有下降，但不过刑事局讲诈骗的手法出头也是真多。第一个是网络买物件诈骗，占比3成；第二是假投资诈骗；第三是交朋友诈骗。那首先第一个案例的话是最典型的网络购诈骗，就是假借演唱会门票的方式。那第二个案例的部分，就是假买家骗卖家的部分，就是民众在网络上，在卖东西，那你会看到有人会很积极的来跟你主动说我已经下单或已经付款，那要这个被害人马上做快递的一个出货，或者他说付款失败。刑事局嘛发现，前一阵啊韩团大明星的演唱会较济，所以嘛有大量出现演唱会门票诈骗。另外嘛要提醒接看到的诈骗手法，亲像假的工作机会、代领优惠、伪造公司邮件者的，呼吁民众着爱细致，若是有疑虑着爱卡165反诈骗专线。记者陈心栋、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这搭这新竹县竹东的养卖场呢，过去是因为这粪扫囤真济，互在地是真不满。也那环保局是解说讲，目前呢是甲这当作是粪扫的转运站，现场看到的粪扫一礼拜内就会车去烧啊。请公布垃圾流向。杨文科说明清楚。杨文科说明清楚。提出11月底甲12月初的相片，这期新竹县府讲白贼话，时代力量指控县府5月份对外讲已经解决竹东掩埋场粪扫的问题，不过最近翕的相片还有真侪粪扫，质疑县府讲白贼。大家可以从照片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有明显新的垃圾。
如果真的清除完毕的话，请拿出让社会检验完整的清除验收报告。竹东的掩埋场到底进了多少垃圾，出了多少垃圾，又或者是超埋了多少垃圾，未来怎么处理，从来都没有一个数字是对得起来的。我想杨文科县长以及新竹县政府当然有责任，必须要对此做完整的说明。面对质疑，环保局解释讲，这档掩埋场5月清除了后，目前主要是做专门粪扫使用的场所。现场的粪扫是1礼拜整理1摆，得再去焚化炉处理掉。5月份的时候，把过往暂置垃圾已经全数清除，这个经过那个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的现场确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依照竹东镇公所的需求，竹东掩埋场还是有必须作为那个垃圾转运的需求，必须把他们线上收集来的垃圾在竹东转运站做一个集中之后，再由车辆转运到我们的焚化处理设施。这档镇公所表示，这档每礼拜大约会产生400吨的粪扫，需要有所在暂时放先整理。环保局指出，明年会帮这档掩埋场边坡进行勘图甲比划工作，计增加污染防治设施，来减少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伫嘉义市这基督北院的附近的甲北车头，目前是当咧做这铁路高架化的工程，违规停车的问题也对咧坐起来。警方表示讲，这2个月以来呢，已经开出40多张的罚单，目前会搁来加强处理。红线边啊，拢是违规停车的机车，处理车站的民众，拢爱行伫车道顶面，明明边啊都有停车场，不过也是有民众乌白乱停车，造成这附近交通的乱象。右边那边都会停，就是那一排都会停。那边没有吧？应该是那一边，整区都会停的蛮多的吗？一直都会有人停，然后甚至停在残障车位这边也会有人停。因为那边人行道的话，这边停满机车，其实我跟小朋友走路也都很危险。嘉义市的甲北车站目前正在进行铁路高架化的工程，附近就是嘉义的基督教病院。这条路除了处理病院车站的民众以外，有时阵阁有铁路高架化施工的车辆。警方表示，违规停车影响到这个路段的交通安全。这2个月以来，已经开发70多件，会来加强处理。114年10月1日至12月10日，该地点违规停车举发46件，车辆违规停车影响行车通行顺畅甚巨，也容易延伸交通事故发生。本分局将持续针对嘉北车站周边加强违规停车执法。有民众表示，停车场机车停1摆才20块，无限制时间计数其实真俗，但是常常看到停车场内底有位外口拢是违规的机车。警方嘛呼吁，这个所在是交通管理的重点区域，民众停车爱遵守规定，才袂来收到罚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台湾今年呢是有来开放纽西兰的陆量进口会当零关税，这也影响到国产的市场。中华民国养鹿协会呢是指出讲，今年这销量是减少5成，预计未来1-2档以内呢，这市场会阁受到愈大的影响。甲现版的牧草放入起机器内底，才分互鹿仔食。南投县生产的鹿种占全国产量的1/5，是第一大产地。饲鹿协会理事长也是国姓乡的鹿农，伊表示，对今年开始，台湾开放纽西兰进口鹿种零关税，影响到国内鹿种的销售减少5成。除了中药商、加工业者、老客户拢流失。放牧是它没有办法全面去照料到每一头鹿。那我们台湾是精致式饲养，有办法去顾及到每一只鹿仔它的健康度。冲击很大，因为介绍较俗啊，咱这是属于人工在饲养的较新鲜，阮这正水。鹿农表示，国外放牧成本低，也若国来饲水鹿的管理有功，是小龙百年传承的产业，也互因带套房重视环境的清洁，确保鹿仔健康。饲鹿协会也认为，目前推测净零碳排，不过进口鹿种会制作偌济碳卡食，爱用在地鹿种才是上青，而且符合环保。看是伫销售方面，看会使要安怎做推广，互咱的国人对咱的在地的新鲜鹿茸有更大的认知。想办法来结合这业者讲，无来用生产理念认证来我们来辅导互伊做一个品牌的这个行销。农业部目前有辅导鹿农做国产鹿种标章。南投县政府也指出，目前农业处有补助鹿场升级设施，也有补助办鹿星节这类观光行销活动。未来也辅导鹿农加入品味南投的品牌，
中华行销通路也协助办是农教育活动，甲民众带到鹿场，争拔国内鹿种的好。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来看这泰国甲柬埔寨的边境冲突较大，已经超过50万人是离开家园。美国总统川普虽然讲有做公亲，达成这停火协议，也毋过其实双方呢是无要相信对方的。即马就连教宗也呼吁一定得爱和平处理。泰军车被以 F-16战机甲无人机攻击，柬埔寨几立达建着咧庆恩，距离边境20公里的双良镇空无一人，店家关门传呼，居民被逼离开家园，侪家庭带精神炸必需品倒向临時避難所。ថ្ងៃទី3ឯបងហ្នឹងហើយតែម្សិលមិញវាមានកប៉ាល់ហោះវាមកទម្លាក់ដែរគ្រាប់ណា F-16 វាទម្លាក់នៅទីតាំងយើងកងពលហើយនឹងកងវិញហ្នឹងណាពេលមានសង្គ្រាមចឹងពិបាកខ្ញុំកូនតូចផងគឺវេទនាដល់ចឹងក៏មានតែចង់ឲ្យឆាប់ចាប់សង្គ្រាមលឿន。这是泰国甲柬埔寨边境争议引起的新一波武装冲突。伫美国总统川普7月超测停火并促成后，会这么紧搁再爆发，是因为初7一支泰国工程队伫争议边境区咧修路的时，记泰军表示遭遇柬埔寨军队开火，造成2个泰国兵受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要打电话，互双方停止敌对行动。We're scheduling a phone call tomorrow with Thailand and Cambodia. I think I can get them to stop fighting. 教宗嘛呼吁爱随停火，双方定期对话，不过双方互相无信任，无法度维持。英国广播公司 BCC 分析指出，川普7月促成的停火协议本正就无啥路用。泰国迄阵是因为关税压力才同意停火，那柬埔寨是希望外部介入以弥补因实力的疏失。如今冲突再起，泰国外交部初10表示，现此时毋是对话的时机，目前无法度接受任何第三方国家的调解。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万民众被逼离开家园，川普再度出手，敢有法度止战？国际社会是高度关切。公司编译。接落来下半部的天气，咱个时间交互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各地早暗的气温小可凉，中南部一时暗时温差较大。早起，台湾各地甲澎湖、金门、马祖是侪云较好天的天气。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有南山地降雨。好，真多谢大家报气象，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